擺喺台面啊嘛。而而家通過咗一次啦，俾晒先你要整咗先啦，一陣間先計錢啦。一次過俾晒之後，跟住俾翻奶。俾翻嚟。加埋幾多錢？呢個8即係3蚊啊，港幣到啊！係咪？我有剩啊嘛，我82啊嘛，我有200啊嘛。呢個奶咪計埋落去咯，咪俾晒佢咪得咯。淨炒嗰啲咪俾晒佢。400。杏仁。謝謝。杏仁核桃。好，这个是我的哦。